为了保障环境执勤安全，议员蔡淑慧伫自由发言检讨进前2位警员殉职，如果当时行车记录器被歹徒抢走，相信对破案会大大影响。所以要求行车记录器要同步连接远端的资料库，加交通地区法定中心嘛要直接连线，千万唔通因为卡伫经费较济，以后佮发生危险。对此，警察局长嘛答应市区的分局先来试办。我们的远端传送真的是非常的重要。今天如果我们的密录器，甚至我们的行车记录器，在远景执勤的时候，能够同步远端传送到所有我们的资讯中心，或是所谓的台南市智慧交通中心。如果说这台远景它正在执勤当中，他感觉到他的执勤可能他的危险性他不可预知，或许他同步传送的当下，就算他的行车记录器、密录器被歹徒拿走了，但是我们远端的传输已经接受到他的讯息，甚至可以让这台执勤的勤务车，在它方圆500公尺的范围内，所有的勤务车能够同步去支援它。我想造成这样的遗憾应该会减少。旧市区那地理的状况差异很大哦，旧县区它是比较幅员辽阔。那我也愿意哦，在我们有限的经费哦，在市区的分局先来试办哦，因为目前在各县市警察局，据我们了解，并不是很普遍。议员积极呼吁市府爱用所谓科技的执法系统来打击犯罪，市长嘛具体回应对3个层面来想办法克服。说我们现在马上就比照其他县市来这个用市款来做，那这是一种解决方法。另一种方法是跟中央的申请经费，希望中央全国统一的来做。第三种方法，其实你也知道，很多的这个录影镜头跟主机是分开的，所以只要你的录影镜头是跟主机，就算主机在这个车内的某个部分，像这个飞机的黑盒子一样，它的录影镜头就算被人家拔走了。就算主机还在，所以说歹徒没有那么容易、那么快找到主机，而且能够把它破坏。因为个别设备需要较大经费，如果会当有中央的补助，相信保障基层的需求会当赶紧达成。今日新闻，军事林英光采访报道。